保生大帝是远至中国福建的传奇人物，在华人传统中被尊封为掌管医药的神祇。每年农历3月15日，信徒们都会隆重纪念他的圣诞，以表达对这位护佑健康、带来身心疗愈的神明的敬仰。在中华传统信仰中，保生大帝被尊封为守护健康与医药的神明。他不仅是众多医生、医师以及祈求康复的信徒所敬仰的神祇，也广泛被视为医药之神。每年农历3月15日，恰逢保生大帝圣诞，华人社区都会在各地庙宇举行庄严肃穆的祭拜与宗教仪式，以表达敬意与祈福。据史书记载，保生大帝是中国福建一位生活于宋代的传奇人物。他医术高明，心怀慈悲，救人无数。因其卓越贡献，深受百姓爱戴。去世后，被世人奉为神明，流传至今。作为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文化与精神遗产，dulunya adalah tabib. Ya, jadi dia mengobati, membantu masyarakat yang ada keluhan penyakit, dia bisa bantu obati. Makanya dia diangkat jadi dewa tabib. Jadi apa dewa utama di kelenteng ini berarti ya, Pak ya? 保生大帝的崇敬已成为华人传统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现代生活中依然蓬勃发展。Tim Liputan PAL TV